这是嘞，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2年12月25号，公元2016年1月6号。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展开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法会前行仪轨。达赖喇嘛尊者在菩提迦叶与1000多名印度青年进行互动。达赖喇嘛尊者在菩提迦叶接见从西藏至印度朝圣的藏人。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法会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司政罗桑桑格抵达菩提迦叶。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在十轮金刚灌顶法会期间提供医疗服务。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本周一，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比哈尔邦的佛教圣地菩提迦叶，向来自世界各国的20多万佛教信徒正式展开了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法会的前行仪轨。达赖喇嘛尊者在前行仪轨结束后，向各国信众发表讲话时指出，菩提迦叶作为佛陀获得正觉果位之地，这一殊胜之地对所有佛教信众都意义重大。今天来这里的人当中，有些可能是来赚钱的，但大部分人是来潜心求法朝圣的。尊者还指出，世间存在不同的宗教，信徒们不该仅停留在对于祖辈信仰的盲目随从上，而是要贯彻实践各自上师的慈悲与利他之教言和崇高思想。如果仅注重外在形式，那么佛法就变得没有意义了。达赖喇嘛尊者还强调，佛法是以慈悲为主，信徒若不去除我执，那么就等于远离了佛法真谛。佛教中所谓的实践，就是要改造自己，精华心灵，使得身口意三行能够以利他与慈悲为主，这样才算修了正法，才算佛教徒。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法会从1月2号至14号在印度比哈尔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举行。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将全程进行现场直播，您可以在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脸书专页 Tibet TV 或 YouTube 频道上进行观看。2016年的最后一天，达赖喇嘛尊者在菩提迦叶向来自当地25所学校的上千名印度青年，以幸福、慈悲与成功生活的秘密为主题进行了演讲。达赖喇嘛尊者指出，年轻一代应该要重视彼此间的友谊，相互尊重，相互关爱，培养以真诚的价值观来创造一个更加快乐的世界。尊者达赖喇嘛还表示，我总是强调，这个星球上太多的问题是由人类自己制造的，我们所制造的这些麻烦都是基于诸如肤色、国家和信仰等的差异，因此减轻这些问题的关键是通过教育和促进70亿人类的共同性和对人类的基本性认识。尊者表示，年轻一代要创造出一个更加快乐和更加富有同情心的世界，而同情是人类的基本性质。因此，应该努力通过培养这些价值观来实现世界和谐。达赖喇嘛尊者指出，我们的整个生活都依赖于同情、爱和慈悲，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而它不仅仅只是一个宗教的概念。上周四，在第34届十轮金刚法会召开4天前，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菩提迦叶会见了从西藏至印度朝圣的藏人同胞。12月29号，达赖喇嘛尊者特别接见了从西藏前来印度朝圣的藏人信徒。达赖喇嘛尊者表示，你们心怀虔诚的信仰，高高兴兴地来到这里，却因政治原因必须立刻返回，的确令人遗憾。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境内外藏人彼此分离已经57年之久，我对境内同胞的勇气，对本民族的赤诚之心感到敬佩，而且这一心态从未改变。
大家的努力使得西藏的正义事业在国际上受到关注。因此，我想对境内广大藏人同胞表示感谢，也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尊者还表示，对于无法参加10轮金刚灌顶法会的境内藏人，不要太过失望。在灌顶期间，你们在境内发愿，我会将你们包含在传授灌顶对象的范围内进行加持和祈愿。近日，中共当局限制藏人出国旅行，以限制藏人前往印度参加由达赖喇嘛尊者传授的第34届10轮金刚灌顶法会。在去年11月，中共当局先后在西藏3区没收藏人的护照，随后在10轮金刚灌顶法会召开前夕，中共当局以各种惩罚借口，对已抵达尼泊尔和印度朝圣的藏人发出限期返回境内的通知。而更多计划前来参加10轮金刚灌顶法会的藏人，受到了中共当局的严厉打压和限制，而未能如愿。在第34届10轮金刚灌顶法会召开之际，法会筹备委员会主席接受了藏人行政中央媒体的独家专访，介绍法会各项工作，并表示第34届10轮金刚法会的筹备工作进展顺利。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及10轮金刚法会筹备小组委员会主席于托伽玛格列在接受专访时，介绍了此次法会的整体状况，以及委员会为各国信徒进行的各项安排，包括帐篷、水电和卫生设施的基本条件。为了方便信众，筹备委员会在西藏青年会的协助下，在帐篷区安排了早茶等各种便利服务。他还表示，司政罗萨桑格博士和组委员会代表团一起在法会开始前夕，先后会见了印度财政部相关官员和地方财政的官员，为10轮金刚法会顺利举行寻求各项援助，特别是在10轮金刚法会期间提供充足的现金流量。根据藏人行政中央的要求，印度财政部已同意在10轮金刚法会期间，将在菩提迦叶不同场地安装自动提款机，并为来自不同国家的信徒提供充足的外币兑换。上周日，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博士顺利抵达印度比哈尔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随即展开了法会前的各项工作。1月1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博士在抵达菩提迦叶后，在菩提迦叶马哈亚纳酒店同第34届10轮金刚法会的赞助人进行了会面。随后，司政在法会筹备委员会负责人等的陪同下参观了会场，并讨论了有关法会的具体筹备工作。紧接着，本月2号，司政罗萨桑格为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西藏博物馆展览组在菩提迦叶举办的“瞭望西藏”图片展进行了揭幕。西藏人民议会堪布索南丹培和藏人行政中央最高法院大法官噶举顿珠出席了揭幕仪式。该展览活动从1月2号开始至本月14号结束，分为3个不同的主题，即达赖喇嘛尊者传记、西藏当代史以及藏人自焚等。在第34届10轮金刚法会期间，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在菩提迦叶为参加法会的各国信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在10轮金刚法会期间，为了方便各方信徒接受灌顶法会而免费提供医疗服务，派遣了60名卫生人员、30名护士和7名医生，以及6辆救护车。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部长屈琼汪修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卫生部在菩提迦叶推行了4项试验计划，重点是促进公众对预防性健康护理提高意识、免费医疗救护措施、推广西藏医疗保健制度，以及确保菩提迦叶法会期间清洁和疾病预防工作。此外，卫生部在菩提迦叶的4个不同地点设立了免费医疗站，并为各国信众、游客和印度民众免费提供防毒口罩，以保护免受空气污染。
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祝您新年快乐，扎西德勒。